张受主日，耶稣因光入城，有侪负责人已经听见耶稣要到拿撒勒，就领张手机出去领一伊，叫讲：和散那，奉主的名来的，就是以色列的王，愿伊得着何乐。是和散那，奉主的名来的，就是以色列的王，愿伊得着何乐。要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起立，亲像当时侪负责人举起咱的双手，亲像举起张手机来领记住耶稣，做伙来唱和散那，起关主。
到，伊拢会照顾好心，但是他们真感谢你，我主耶稣，真感谢你，我主耶稣。2年后的即摆，即是